后来乡亲啊，你一定嘛捌听过，拢讲这个手机的电磁波会造成脑癌，这根本就是无影无迹。最近这个NICE一直咧传讲这个电磁波已经互认定是2级的致癌物，暗时咧困，若甲手机放伫门床头，会得脑癌，是甲真侪人话要惊死。咱的记者专工去查证，请大家放心，根本就无这个代志。今仔日咧拍假特工队。用手机15分钟，癌细胞竟然就开始伫大脑当中扩散。这两张图伫赖顶悬传来传去，袂少人敢若是听到辐射、电磁波，都真惊吓。电磁波敢真正会生癌？咱实际来调查看卖咧。致癌不会啦，因为其实以我们的辐射来说，其实我们分2大类，我们一大类叫游离辐射，另外一大类是非游离辐射。那非游离辐射的话，它目前我们来说是没有致癌的证据。非游离辐射包括手机微波炉、可见光、紫外线，能量足低，对人体无害。真正有害游离辐射是到病医检查的时阵会照电光，还有核电厂爆炸的时阵会产生的伽马射线。普通时应该是袂吸到。手机的电磁波去用归类是2米级的致癌物，确实是真的。但是若是讲电磁波一定会生癌，安尼讲就有较碰风。所以2B级就是说，在动物实验有一部分的动物会增加癌症风险，可在人体上是没有致癌证据，所以我想我们不用担心啦。但是民众对电磁波的误解，唔那是安尼尔。网络谣言说，一边讲电话一边使用微波炉，手机会爆炸，真的有这种事情吗？咱实际来测试一下，哪讲电话，哪用微波炉，甲便当用烧，什么代志都无发生，因为手机的能量无够1瓦，根本无可能爆炸。后一摆若是搁听到讲手机的电磁波偌危险，相信你袂搁大惊小怪啊。